好多香港朋友返中山買樓，一聽到西區，腦入面都好模糊。有人會覺得西區係主城外圍，有人覺得西區生活成熟，亦都有人覺得西區相比東區石岐預算相對壓力冇咁大。但問題係西區唔係一整塊，你買富華、買鐵城、買彩虹片區、買老沙朗片區等，實際上你買到嘅生活係完全唔一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osie。今日呢條片，我哋正式認認真真咁樣去講一講中山西區，先幫大家去建立一個簡單嘅地圖感。如果用買樓同日常生活嘅角度去分，西區大概係可以分為4類。第一類係富華、鐵城呢一類老西區成熟生活帶。富華大概係旗江河以西富華道沿線一帶，包括咗天悦城、燕洲市場、富華酒店、南波灣。鐵城大概係富華道以南翠景道兩側一帶，包括咗龍瑞小商品城、鐵城中學、鐵城小學、海倫時光呢一類位置，生活成熟，本地剛需氛圍都比較濃厚。但同時要留意嘅係樓齡、小區維護、停車、電梯同物業管理。第二類係彩虹片區，彩虹片區大概嘅位置係西區中部，北邊係到北愛環，南邊係接近私教學，西邊係靠近105國道，東邊接返旗港片區，核心係彩虹社區一帶。呢個片區亦都係我今日想重點去講嘅位置，因為佢係西區中部新城生活板塊，醫院、學校、商業、公園、住宅小區密度都相對比較集中。第三類係旗江、馬山、濱水更新片區。主要係西區靠近旗江河一帶，包括咗富華、燕洲、馬山、濱江一帶呢類位置，有濱水資源，有舊改，有未來城市界面提升嘅可能。第四類就係老沙朗、龍平、龍昌、廣豐等外圍嘅產業田園片區，同樣叫做西區。其實呢4類位置完全唔一樣。咁點樣去判斷一個位置到底適唔適合香港退休買家去入手呢？我建議大家去重點睇以下嘅3樣。第一，生活閉環可唔可以成立？即係醫院、商場、市場、餐飲、公園、打車，今日係咪已經用得上？第二，住宅密度同人氣夠唔夠？人氣支撐商業，商業再反過嚟支撐我哋嘅生活。第三，未來轉手有冇本地需求承接？香港人今日買樓可能係為咗自住，但將來如果生活安排有變，要放盤，最重要係中山本地市場接唔接？一個片區有冇學校資源，有冇家庭人口，有冇穩定居住需求，會直接影響未來二手市場有冇人願意接盤。用呢3個標準去睇西區，答案其實已經好明顯。如果係香港退休買家買西區，我會建議優先睇彩虹片區。原因有5個。第一，醫療配套，市中醫院新院區就喺彩虹片區。年輕人買樓可以睇商場，可以睇娛樂，睇夜生活，但對於退休嘅香港買家嚟講，一定要關注醫院，因為年紀大咗，小病小痛、定期檢查、突發嘅情況都需要醫療配套支撐。第二就係學校資源啦，好似我過往嘅片裏面講過嘅，你一定要明白一個底層邏輯，將來你要放盤接你盤嘅大概率唔係香港退休買家，而係中山本地家庭。而對於中山本地家庭嚟講，小朋友讀書係買樓嗰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參考因素。彩虹片區同周邊一帶有西區中心小學、燕洲中學等教育資源，教育配套相對係比較集中。第三就係商業氛圍啦，彩虹片區有彩虹市場，周邊有商場、餐飲、藥房、超市、社區商超等，可以承接到你日常嘅生活。第四，公園休閒。彩
彩虹綠洲濕地公園呢類配套對於退休嘅買家嚟講係非常之緊要㗎。退休買家唔止係買一套房，仲要有每日嘅日常生活場景，有冇地方散步，有冇地方晨運，有冇地方可以放鬆，呢啲睇落去好似好普通，但佢會直接影響到你退休生活嘅質感。第五，住宅密度。彩虹片區周邊有時尚家園、遠洋一方、華潤人行公園四季，以及早期住宅，例如龍光墟等等一批住宅小區。彩虹片區已經有一定嘅居住底盤，有家庭，有日常嘅消費，有人流，有生活氛圍，所以用退休買家嘅標準去睇，彩虹片區嘅優勢就好清晰，佢唔係單純嘅預算門檻嘅問題。佢真正嘅價值係醫療、學校、商業、公園、住宅人氣已經形成咗一個相對完整嘅生活閉環。相反，富華、鐵城呢類老西區可以了解，但我唔建議作為香港退休買家嘅第一優先選擇，因為老舊小區停車物業、樓齡、電梯維護，全部都要逐個去篩選，對唔熟中山嘅香港買家嚟講，試錯成本相對就會比較高啦。接住落嚟，我有一個重點提醒：老沙朗、龍坪、龍昌、廣豐呢類片區，如果你係香港退休買家，我係唔建議優先入手。第一，佢哋係唔屬於西區最核心嘅生活片區。老沙朗、龍坪、龍昌、廣豐整體係更加偏西區外圍，同彩虹片區呢一類中部生活板塊係完全唔同嘅居住邏輯。第二，周邊工業區同產業屬性會更加明顯。呢類位置有工業、有產業、有公改、有田園、有預留用地，呢啲對片區嘅發展當然係有價值，但佢唔等於適合香港退休買家長住。第三，學校資源同未來二手流通性同彩虹片區嘅差距係比較明顯。彩虹片區嘅優勢唔單止係有學校，而係學校、住宅小區、商業、醫療配套更加集中。換句說話講，彩虹片區嘅學校資源，佢唔單止係教育配套，仲會直接變成房產流通性嘅一個重要支撐。但老沙朗、龍坪、龍昌、廣豐呢類外圍片區，教育資源就唔係同一個級別啦。呢一帶當然唔係話冇學校，但問題係佢哋更加多係解決咗有書讀嘅問題，而唔係形成好似彩虹片區嗰一種具備明顯吸引力嘅優質教育生活圈。呢種差異最後就會反映喺房產嘅流通性上面。對於關注西區嘅朋友，我嘅總結係：第一，優先考慮彩虹片區，因為醫療、學校、商業、公園、住宅人氣已經形成咗生活嘅閉環，而且學校資源亦都支撐咗未來本地家庭嘅一個接盤邏輯。第二，富華、鐵城、旗杆、馬山、濱水、更新片區可以去了解，但唔建議作為第一優先項。主要原因係老舊小區維護、停車、電梯、物業管理同埋未來轉手都要逐個小區去篩選，需要花費比較多嘅時間同埋精力。第三，老沙朗、龍坪、龍昌、廣豐，我就唔建議香港退休買家入手啦，因為佢哋會更加偏向外圍，周邊工業區同產業屬性會更加明顯，學校資源密度同未來本地家庭嘅承接邏輯都不如彩虹片區更加清晰。當然，彩虹片區仲會有細分，樓盤係非常之密集。如果你都有關注彩虹片區，想知道呢個片區嘅樓盤邊一個值得入手，邊個樓盤又容易中伏，可以 WhatsApp 我免費發一份詳盡嘅資料俾你。我係 Josie， 如果呢條片對你有幫助，記得點讚訂閱，我哋下期再見。